現在恭請霍劍青傳道為我哋分享神嘅話語。好，弟兄姊妹早晨。呢個題目比主席嘅題目有啲唔同，唔緊要。OK，咁我揀咗約翰福音第17章18到21節。先我哋讀出呢幾字嘅經文，有4節吓。咁 OK， 我哋準備讀，準備起。你怎樣差我在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能真理成聖。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使他們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來。感謝神嘅說話。約翰福音個結構，第一章係一個引言啦，咁我哋好重要嘅去睇嘅時候，跟住第2到第11章主要係耶穌去宣稱佢自己係邊個，我是有7個嗬，同埋有7個神蹟係伴住嘅。咁你讀嘅時候留意，多數神蹟後邊就會講緊一個我是嘅真理。去到第12章就係嗰個轉接，耶穌要進入耶路撒冷嘅時間。第13到第17章通常會被稱為咧耶穌臨即係肉身去承受十字架受苦難之前，最後同門徒講嘅一番說話。所以我用咗話別作為我個題目13到17章，跟住第18章開始就係耶穌被捉拿啦，跟住係受刑罰，為我哋釘上十字架一段嘅經文。去到20章嘅時間就係整段啦。第21章約翰福音比較特別啲嘅，有人稱呼21章係一個後記，即係之後記載嘅嘢，亦都係我上一次同大家分享第21章一番嘅説話，你愛我媽嗰段咁有啲肉麻咁會講出嚟。不過呢個好重要，特別當中同彼得講嘅一番説話。今日講第13到第17章，耶穌喺地上邊肉身最後一番嘅説話，同門徒去講嘅。有人去話呢幾章呢5章好重要嘅經文講乜嘢？就係講門徒應該點樣去嗰個關於佢哋嘅屬靈生命好重要嘅信息。因為跟住之後耶穌被釘十字架，再見嘅時候已經係復活嘅身體，係另外一個角色嘅表達。再講復活之後就係關於天國嘅事情啦。耶穌要再來一啲嘅事情，聖經就係咁樣去劃分。第13章第1節呢度咁記載，即係成段經文幾章嘅經文，佢話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嘅時候到了，時間到。唔知人生你聽呢幾隻字係咩時候？年輕嘅時候咧就考試，Time's up， 即係時間到啦，要停筆啦，哇，好緊張，唔知點算，搏命寫埋嗰幾隻字。時間到係講緊嗰個 moment， 講緊嗰個重要嘅時刻。呢度寫耶穌知道自己嘅時間到，喺逾越節以前，唔知你記起啲乜嘢？係嗰刻耶穌記起。呢節經文未完，因為仲有後半節咁樣寫，係話他既愛世上屬自己嘅人，就愛他們到底。原來整段經文講緊，或者整咁多章嘅經文講乜嘢咧？就係耶穌好愛屬自己嘅人，就係呢班嘅門徒，所以就愛他們到底。跟住就係一番說話，話別嘅說話，一啲叮嚀嘅說話。人生走到最尾階段，你想講乜嘢？點解會咁樣引發我嘅思想？其實05年咯，啱啱離開醫院，
好多嘅信息，好多嘅經驗，好多嘅經歷啊！喺嗰2個月，瞓喺醫院，乜嘢都做唔到嘅時候啊，甚至有段階段係連聽電話、咩聽歌，全部都做唔到嘅根本嘅時候，諗起咩嘢啊？我有咩未講？我有咩未叮囑屋企人？係啊，咁樣去諗，所以有一啲嘅諗法一路喺腦海裏邊諗起耶穌呢段嘅説話。他既愛世間屬自己嘅人，就愛他們到底。約翰福音其中一個特色，約翰記載嘅去描述呢位嘅主係點咧？就係愛嘅主。好多嘅部分不斷去提醒，好多嘅神蹟，好多嘅講法，耶穌宣稱裏邊都係講緊嗰種個愛。基督教如果用一個字去描述嘅時候，就係咩啊？愛。同其他宗教完全唔同嘅，佢就係愛。13章一開始亦都係咁樣，去到結尾第17、26節最尾呢節，佢話：我已將你嘅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裏邊。又係講到個愛字，所以整段經文大家一定要留意，呢個係從愛而發出嚟嘅，係主點樣愛我哋，所以佢就咁講。OK， 其實我好想強調呢樣嘅啫，係因為愛嘅緣故。第20節，請聽我讀啊！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這些人好明顯就係嗰11個門徒，因為其中有一個就係猶大，佢啱啱已經離開咗啦。不過好有趣好有趣地，佢係第13章先離開嘅，即係咩意思？耶穌嘅愛裏邊包埋猶大喺裏邊，即係我咁去理解下，即係耶穌講呢番説話嘅開頭，其實猶大仲喺度未走，因為跟住13章就係為門徒洗腳。嗰陣時猶大仲喺度，所以通常我哋查經就會問耶穌洗邊對腳係即係最難洗嘅咧？會唔會係你隻腳我隻腳咧？咁啊嘛，關於洗腳嗰部分係其實應該係猶大。嗱，耶穌冇介意，佢仍然好想挽回呢位出賣主嘅猶大，不過冇辦法，猶大鐵了心去做啊嘛。今日我哋都係咁樣去睇20節，再睇一次，這些人係門徒，未完呢度亦都講，也為那些因信他們的話信我的人。耶穌為邊個祈求呢？原來耶穌唔單止為門徒而祈求，我括弧裏邊就係講解，佢話耶穌為咗因門徒的話信主嘅人祈求。冇辦法，我個人比較邏輯去諗嘢，諗即係點解會咁諗，或者點有咩得着咧？對我嚟講，話耶穌唔係淨係單單為咗嗰11個跟隨佢嘅人去祈求，或者初期教會建立嘅時候有啲人湧入嚟，嗰啲人唔係因所有門徒嘅話而信主嘅人去祈求，即係話嗰13章到第17章全部講嘅嘢係同邊個講？耶穌係預先為到我哋祈求，所以我結論好簡單，我就寫住我哋同耶穌係有份或者有份，唔知你點睇？即係門徒嘅一切係我哋都可以享受，而喺神嘅眼裏邊，喺呢位主嘅裏邊，佢係預先已經預見或者預示咗我哋係預先被揀選。唔知有冇呢種嘅諗法喺我哋嘅裏邊？唔係因為我做咗乜嘢，或者我揀咗信耶穌啊？唔係耶穌先揀咗我哋，係嘛？我哋常常聽咁聽嘅，但係呢個聖經寫得好清楚，耶穌已經預先預咗我哋有份，呢個福分咯，好好。
唔知你係咪咁認為？所以我中意平安堂嘅就係擘餅，我哋有份嗰種有份，唔知你帶住幾多嘅心嚟到享受擘餅嘅時間。每次即係多數啦，有啲激動啊，不過又唔係好習慣帶大家即係喺後邊又揀詩歌。每次裏邊都好感恩，仍然喺神裏邊有份，仍然神已經選擇咗我哋，可以喺神嘅恩典裏邊。呢個有份嘅意思係咁解，唔係我哋幾時幾一刻我哋去信耶穌。呢個重要，不過更加重要係神知道咗，一早已經知道。啲邏輯有啲怪，不過就係咁，因為我哋係同他有份，同神國有份，同天國有份，同神嘅恩典有份。我哋係神嘅產業，我哋同得神子民嘅產業，神兒子嘅產業。呢個係聖經一路去講俾我哋聽，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所以20到26節係全部嘅總結嚟嘅，而呢個總結一開始就講明邊啲人有份，就好似宣讀遺書嘅時候，以下啲邊啲人有份嘅就係呢啲啦。跟住我去諗，咁我有份啫，咁為咗乜嘢祈求咧？耶穌為咗我哋祈求啲乜嘢咧？耶穌要親自為呢啲人祈禱喎，唔知你有冇諗過？再聽第19節啦，佢話：我為他們嘅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第一樣我睇到嘅係成聖，原來耶穌為咗門徒嘅成聖祈禱，重唔重要啊？重要，即係耶穌喺地上邊同門徒講：我一路會為你哋祈禱。當然我哋知道希伯來書講到耶穌已經喺神嘅寶座上邊，佢仍然為咗我哋去禱告，為咗我哋成聖整個生命去禱告。原來呢個先重要，對我哋嚟講，我哋成聖而家嘅功夫做成點咧？華人教會有一個講法係話成聖需用功夫，唔知有冇聽過？即係我哋要努力做一啲嘅嘢去成就上帝嘅恩典。不過呢幾隻字有啲描述或者解釋上面有啲誤解嚇。咁應該話用保羅嗰個講法係話：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聖嗎？呢度特別提醒我哋嘅生命成聖咧，唔係我哋幾努力嗰個意思。即係我哋幾努力，其實都唔係再用到嗰種成聖，因為我哋信耶穌係靠聖靈嘅感動、聖靈嘅帶領，聖靈將我哋嘅心去轉化、轉變，使我哋有信主嗰種嘅信心。呢個就係初信或者信主嗰種嘅入門啊！入門之後點啊？如果你學一家即係一門功夫，我哋叫無論係寫毛筆字又好啦，首先我啲毛筆字比較渣，去唔到入門弟子嘅更加難做唔到嘅嚇。不過更加重要，入門之後要長個功力，靈命我哋知道屬靈生命嗰種深度係靠咩？我唔知大家有冇諗過？由我初信主到即係牧會傳道工作喺機構侍奉變到好多嘅教會嘅弟兄姊妹發現有一個難係弟兄姊妹嘅屬靈生命咧，好脆弱，好軟弱，即係唔係你做咗幾多嘢，唔係即係傳道同工幾努力嘅。我咁樣見到，都係傳道同工有付出，有啲嘅工作，有啲關心弟兄姊妹，幫助弟兄姊妹，教導弟兄姊妹。不過唔係咁樣，所以呢句說話比較特別啲啊！唔知你認唔認同？成聖不是我們如何努力，
而係因為主嘅話真理成聖。因為睇返經文，唔好意思啊，第19節，我為他們嘅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原來嗰個竅門喺度，耶穌話要因真理成聖。乜嘢先係真理？呢個就真係考功夫啦。咩叫做真理？今日主席同我哋讀咗一段嘅經文，其實耶穌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第一最重要嘅係主。所以成個成聖嘅生命，或者我哋基督徒追求嗰種乜嘢咧，要喺主嗰度。所以有一個福音嘅講法啊嘛，原來要去到天國咧，係要好似有一條橋，嗰條橋係乜嘢啊？就係真理，就係耶穌基督，就係十字架。OK， 好易嘅，其實亦都好難，因為我哋講福音嘅人成日都同人分享，成日都係嗰樣嘅啫嘛。成日都係講緊耶穌為我哋釘上十字架，佢犧牲為咗我，為咗你，為咗我哋人生唔完美，係咪？但係信嘅人係點？唔信嘅人又係點？或者諗緊嘅人又係點？你發現好多嘅唔同喎，有啲人就調翻轉去話我哋、鬧我哋啊，講埋呢啲嘢，呃人入教會，係咪？即係咁噶嘛。啊，咁亦都有啲人話啊，都幾特別喎，啊，有啲感覺，有啲人就願意相信。當去觀察或者去諗嘅時候，發現真係好特別。呢個真理係啲乜嘢咧？當然延伸落去，聖經就係神嘅説話，就係真理。呢個我哋亦都知，所以我哋可以回應嘅部分係咩？了解聖經。學習聖經啊，所以喺傳統裏邊，我哋有靈修，有讀聖經啊，速讀又好，1年讀一次，3年讀一次，我嚟做咩嘅？係了解多一啲呢個真理。當然，當我自己去思索或者思想嘅時候，其實都係講緊啲乜嘢？其實我好想用另外一個字眼去諗，或者幫大家去理解，其實就係關係。認識真理、認識聖經，最重要就係你要知道嗰對方係點啊嘛，係嘛？如果講聖經，有人咁形容聖經係乜嘢？聖經係人生嘅指南。有冇聽過呢個比喻啊？人生指南，咩叫指南啊？即係說明書。人生說明書，屋企裏邊有啲電器嘅，唔知你有冇嚇？微波爐等等嗬，有冇說明書嘅？有，你有冇睇㗎？冇。No，yeah， 就係咁咯。你知點解我哋人生咁混亂咧？因為我哋冇睇人生說明書，就係亂咁用啊嘛，係嘛？好混亂咁去活出嚟啊嘛，係啊。所以你嘅微波爐可能有啲特別功能，你唔知。你嘅人生裏邊有啲精彩嘢，你唔知嘅，係嘛？嗰種豐富、嗰種豐盛，其實好論盡，我哋活唔出嚟嘅。點解？因為我哋冇跟真理嗰種真相，呢個係其中一種嘅描述。當然亦都有人認為天父嘅説話就係爸爸寫俾家嘅家書。呢個係乜嘢啊？其實你睇呢封嚟自對方嘅信，無論係你嘅情人好、你嘅愛人好或者家人好，全部講緊關係。你同佢有關係，你一定好珍惜去讀。你同佢冇關係嘅，其實你見到都想抌，係嘛？你話你愛對方，卻從來冇睇到對方寫俾你嘅情信。講完係咪？所以我覺得呢度特別講到係嗰種成聖需要靠真理，真理係我哋要認識咩意思啊？係嗰種關係嚟。
你睇聖經係其實你要認識對方，去知道對方，你嘗試去愛對方嗰種嘅階段。求主幫助我哋，無怪教會係咁講嘢。我哋需要用功夫，唔係一個要求，唔係一個功課，唔係，係關係，要有關係先得。而最特別第19節呢句嘅經文係中間，佢話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耶穌都要分別為聖，唔係因為自己，好難理解點解會咁樣。不過最重要，我重要係咩咧？係為咗他們分別為聖。耶穌為咗我哋而分別為聖，我哋重唔重要？我覺得我唔重要嘅，從來都係咁啦。我覺得我自己唔重要，不過喺耶穌眼裏邊，我哋好重要喎。點解有份啊？好感恩。係，竟然我哋有份，竟然喺咁耐之後嘅人啊，2000年、2000幾年嘅時間裏邊，耶穌已經預先知道我哋，佢愛我哋，佢為咗我哋嘅緣故分別為聖。今日我哋有份，我哋有份喺神嘅聖潔、神嘅幫助、神嘅大能之下，你又點揀呢？成聖同合一，耶穌為咗乜？為咗我哋乜嘢祈求咧？第21節就係講緊使他們合一而祈求。合二為一喺教會裏邊咧，一個鐵律嚟嘅。所有前輩老師全部同教會最尾要講都係。你哋要喺主裏邊合一，你們要彼此相愛。唔知你有冇留意？最近另外一位前輩咪好宗派嘅創始人我哋叫都離開咗世界。喺佢係啦，算。你愛唔愛弟兄姊妹啊 ？OK。真係冇人答。OK， 唔好意思啊，咁難嘅，唔緊要，唔緊要。好，呢種嘅合一，其實喺聖經不斷去重複去提嘅。耶穌親自去講嘅時候，喺約翰福音第13章，佢話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呢條新命令係咩咧？就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而呢個愛帶嚟嘅結果就係別人其他嘅人去見到呢個群體裏邊有愛，所以佢哋就吸引，佢哋就知道呢班嘅人就係基督嘅門生或者門徒，係神嘅子民。因為神嘅子民裏邊就有愛。不過最傷教會嘅咧，仍然都係呢樣。唔知你哋腳點揀啊？好多人投票去揀教會，唔係用手，而係用腳。唔知你明唔明？特別喺19年打後一段嘅時間，見到教會好傷害。或者你會講弟兄姊妹好受傷害嘅，不過我覺得係教會受傷害多啲。我嘅諗法，我嘅理念就係話，點解基督徒或者弟兄姊妹嘅愛係咁低層次？唔通呢個就係愛咩？呢個係主裏邊嘅愛咩？對我嚟講，我都好傷。嗰種傷唔係因為即係邊個得罪我，唔係，我係見到。因為呢條命令係主頒布，你們要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嘅意思就係你同我唔同，我都會愛你啊嘛。你有咩特別？你有冇叻嘅嘢？我好愛你。你有幾差嘅嘢，我都好愛你。你得罪我，我哋停一停啊嘛。OK，係咪？
最憎嗰啲唔係非基督徒，最憎反而係 OK。我喺呢度去耶穌咁講，佢話：正如你父在我裏邊，我在你裏邊。呢個通常最難解嘅約翰福音，所以我同有啲弟兄姊妹講啊，我聽日咧會講約翰福音，跟住佢個反應話約翰福音最難嘅，係難喺邊度咧？約翰用咗啲好特別嘅講法，佢話呢種嘅愛咧就好似父同子嗰種嘅愛，我喺你裏邊，你又係喺我裏邊。唔知用咩比喻可以解釋啊？我一路去學習裏邊咧，淨聽過一個解釋，就係夫婦之間嘅愛嗰種嘅愛，係啊，佢咁樣形容嘅嚇，就好似兩個泥公仔，跟住咧就打碎咗，撈埋一齊，然後再做咗兩個。唔知你明唔明？有啲毛管戙係咪嚇？即係你當中有我，我當中有你，咁大嘅愛，嗰種嘅關係。如果俾我去理解，都係講緊關係。當然成聖需用功夫，咩意思？合一都需要學習。從乜嘢開始？保羅可能會講得比較清楚。佢話從認識開始。你認唔認識你隔離嗰個咧？你知唔知道佢嘅喜好咧？最表面。多謝。係彼此認識，彼此相交，彼此珍惜，彼此扶持啦。跟住先係彼此相愛。哇，好高要求。係，對唔住，聖經真係咁。基督教從來唔係一個好簡單或者要求好差嘅或者好低嘅要求嘅信仰，唔係，佢勁得好緊要，佢要求非常非常非常之高。唔係你要念經幾多次，唔係你要禱告幾多次，唔係呢啲，係要真心實意。你個人係點樣？你愛就愛他們到底。耶穌話呢種嘅愛就好似我愛佢哋一樣。呢種嘅愛係乜嘢嘅愛？就係聖經講嘅描述嘅大愛。呢個大愛係願意為對方犧牲死。好，我諗我停喺個指標度咯。因為應該實踐唔到嘅，係咪？我唔知啊。我諗環境未到嗰個時間，有一日可能會嚇。不過係啦，我哋提翻一個指標，呢個指標亦都係耶穌去提翻門徒。你係我嘅門徒，你就要咁樣㗎，係嘛？呢個命令啊嘛。命令嘅意思唔係我中唔中意，我想唔想，而係要做去完成。呢個係因為我哋嘅身份，係因為我哋都經歷緊主嘅愛，亦都唔需要擔心，因為耶穌話好似呢種嘅愛係好似咩？你父在我裏邊，我又在你裏邊，呢種嘅情況係你我嗰種嘅關係。求主幫助我哋喺教會裏邊能夠建立一班嘅呢種嘅愛嘅弟兄姊妹，咁你就會越愛越愛教會，越愛弟兄姊妹。求主幫助。最尾我等喺受差遣，因為成段經文裏邊第18節有一個描述，佢話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如果直接應用好簡單啫，就係我後邊嗰個標語咯，係嘛？今年嘅年題梗係傳福音啦，特別我哋嘅鄰舍啦，呢種係
基督教裏邊，或者我哋嘅聖經，甚至耶穌基督俾我哋嘅頒布嘅大使命啊嘛，係好，咁我哋去實踐，咁啊我哋去做啦。咁教會有導師帶噶啦嚇，咁我唔強調呢方面。不過我停喺聖經裏邊去諗，其實聖經呢度冇寫到父怎樣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遣他們到世上。乜嘢意思？其實冇講命令的內容啊。第18節冇講個內容。我淨係寫低，咁呢個應該係耶穌最重要嘅工作，係咪？耶穌最重要嘅工作嚟到地上面係乜嘢？如果按照第13到17章個鋪排，或者成個約方鋪排咧，就係講緊耶穌要上十字架，為門徒死，為信主嘅人死，為到世上願意跟隨嘅人釘上十字架犧牲，包括你，包括我。呢個使命，呢個差遣，邊個承接得到？所以諗即係好偉大嘅工作。所以我跳一跳啦，去到廿一節，亦都係叫世人可以相信。呢個亦都係重點。世人可以相信乜嘢咧？不是信我，唔係信門徒，而係信主。OK， 呢個好重要，信主。而呢個工作交咗俾我哋作為受差遣者嘅，呢度講乜嘢咧？我第一樣諗就係我人生有冇一啲嘅使命要成就或者要完成咧？入到教會咧，我初期即係初期入到教會應該咁講。弟兄姊妹咧就常常提一個講法嘅，唔知有冇聽過嗬？神咧喺你嘅生命裏邊咧一定有計劃，係咪？請你去揾呢個計劃去成就，或者去回應神啊嘛。大家有冇咁聽㗎 ？OK。好想問揾到未？大家反應理解啦，係啊，真㗎，唔係講笑㗎。喺我咁樣信主裏邊，我都係覺得係咁。當然啦，我上次好似有講過，我信主有一個概念或者一個諗法，初信啊特別就係要為主殉道。跟住弟兄姊妹就會笑，跟住其他弟兄姊妹就會攔咗我，話唔係咁㗎，唔應該咁㗎。係噶，我都而家我明嚇咁，因為為主而死咧，其實我覺得唔係特別難嘅。不過唔會咁做，唔好咁傻嚇。而家唔係需要呢種嘅情況，未係時候。我亦都覺得自己係不配，所以做唔到。係啦，所以喺我人生神學畢業01年啦，廿幾年去諗，其實應該係咩？大家有冇咁諗啊？我唔知啊。為主而活啊嘛，唔係唔好死字，而係死不在我手裏。所以我入醫院危險嘅時候，我都諗哇，可以完成啦咁噶。我嘅諗法係咁啊。所以太太問我仲有咩未做啊嘛，或者一定要做，我話冇噶咯，走得噶啦。即係佢嗰陣時好擔心嚇，我哋嘅對話就係咁樣嚇，係啊，有咩未做？所以係咯，康復之後一路去諗啊，仲有咩未做？有咩要優先做？有一啲嘅諗法啊，不過求主幫助，唔知成唔成就到，或者可唔可以下一步就係做呢啲？因為人生真係好短啊，係嘛？我都差唔多可以申請退休噶啦。真㗎，唔係講笑，個樣後生。OK，感謝主。係啊，我哋機構已經排住隊退休啦嚇，我都係嗰個行列裏邊。不過成日都話唔得字啊，你唔走得字咁嘅啫嚇。係啊，即係臨走之前，我仲有咩可以做咧？耶穌臨走之前，同門徒一段心情嘅對話，佢話我好愛你哋啊，被記載，約翰都係咁寫。即係好愛主，主好愛嗰個門徒都係咁寫。佢話耶穌好愛我哋，所以佢講呢番説話。今日我哋愛唔愛我身邊嘅人咧？我
我有咩可以做咧？我對教會又係點樣咧？對團契嘅弟兄姊妹係點樣咧？耶穌為咗門徒嘅緣故，為咗佢哋能夠合一，為咗佢哋能夠成聖去禱告，甚至自己分別為聖，呢個好犀利嘅。唔知你點諗下？耶穌都要親自成聖，係為咗門徒嘅緣故。我覺得唔需要，神梗係聖意啦嚇。不過唔係咁，耶穌都話：我為咗你哋嘅緣故，我親自成聖。成聖係耶穌自己。佢卻為咗我哋嘅緣故要成聖，呢即係當然我睇程度上面，都艱難。原來門徒成聖艱難，係啊，所以我哋都要努力。努力唔係做啲乜嘢做啲乜，而係嗰個關係同耶穌嘅關係，唔好甩咗啊，唔好慢慢離開啊。初返教會，其中一樣亦都好影響我嘅諗法，就係弟兄姊妹會勸啊，你就算將來唔返呢間教會都好，唔好離開神。即係一入嚟就要講定呢啲，我覺得好有趣啊！慢慢發現原來係啊，我哋會慢慢退去，因為世界嘅緣故，因為地上面各樣嘅挑戰嘅緣故，因為魔鬼嘅試探，好多嘢你越搞就越離開上帝。求主幫助，免得我哋都退去。正如約翰福音第13章，其實12個門徒喺當中有一個就退去咗。我唔知會係邊個咧？唔係，聖經講得清楚，猶大啊嘛。我哋都知，不過我哋會唔會同猶大一樣呢？差唔多，好似我講得重重複複，係因為約翰福音就係重重複複，耶穌嘅說話其實都好重複。點解？因為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重要嘅嘢要講3次，係咪？你有機會睇約翰福音講愛，其實唔止好多次，好多次。所以愛係重點，彼此相愛係重點，愛上帝係重點，愛弟兄姊妹都係重點。成聖係生命，係真理。係約翰福音其中一個重點係光。頭先主席帶我哋去揀嘅經文都係耶穌就是生命嘅光，人嘅光。呢個光要照在黑暗裏邊，因為呢個世代黑暗，因為呢地上邊就係黑暗，黑暗卻不接受光。所以我哋面對傳福音，邀請對方去信耶穌，一定會遇見難咗嘅，一定咧有好多反彈嘅，甚至去敵對。主已經為咗我哋嘅緣故分別為聖，亦都使我哋成聖，使我哋帶着嗰種嘅能力，帶着嗰種愛去同人去分享。呢個就係差遣，因為呢個差遣亦都臨到我哋身上。好，思想問題。我寫咗3個向度啦，亦都有3個 point 啦。20節去提到我哋與基督有份，不單單講到信耶穌，而係更加主預先為我哋祈求。唔知你點回應？你覺得感唔感動？覺得有啲咩睇法？第19到21節分別講到成聖同合一。我好想邀請大家去諗諗，我哋今日嘅現況如何呢？會唔會呢一刻可以重整？趁住1月或者農曆新年之前，有冇一個簡單嘅立志，或者下定決心嗰個立志？第3可以思想嘅，主所託付嘅召命，你找着嗎？我想我找着。我找着嗎？還是做一個逃命的信徒？唔知主喺你生命裏邊有咩召命呢？我覺得有嘅，一定嘅。人生嘅故仔唔會就係咁，人生嘅故事好精彩。我來了是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呢種嘅豐盛生命唔係有好多嘅嘢，擁有幾多嘢，而係生命裏邊嗰種豐富豐盛。
呢種豐富豐盛係會湧出嚟，別人見到好羨慕。唔知你係咪咁樣嘅生命呢？還是有人睇我呢度咁寫係話，你係咪逃命當中嘅基督徒？逃命、逃避召命嘅人。我哋去到呢度有個祈禱啊！我哋因主感謝你俾我哋有機會去睇幾節嘅經文。其實呢幾節嘅經文係主臨離別嘅時候同門徒去講。主啊，你為到我哋嘅緣故嚟到地上邊，亦都為到我哋嘅緣故分別為聖。主啊，呢個好難，唔係好明啊。不過卻你去表達係話，因為門徒嘅緣故，主你親自願意去承擔所有嘅嘢。包括我哋嘅救贖，包括我哋整個成聖嘅生命，亦都包括能夠回應主你嘅召命嘅能力。主啊，我乖一位嘅基督徒，生命能夠有咁大嘅轉變，有咁大嘅能量，甚至改變呢個世界。因為呢個世界係黑暗，主啊，你就係嗰個光。你透過你自己，亦都透過門徒，好似燈台一樣，好似建造在山上面嘅城堡一樣，要照亮呢個世界，要幫助呢個世界找到呢個真理、呢個生命同埋呢條道路啊！主要就求你去幫助我哋，因為我哋聽嘅唔係淨係聽下，而係求主去改變我哋，因為你已經為咗我哋去禱告，甚至我哋有份喺你裏邊。主啊，多謝你，因為一切都係恩典，唔係我哋幾叻，亦都唔係我哋做咗啲乜嘢，而係主自己。主啊，所以我哋亦先將榮耀去歸翻俾你，因為你係配得嘅，你應該受頌讚，因為你係我哋嘅救贖主，係我哋嘅主宰，從以前、如今，直到永永遠遠。我哋獻上感恩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